我係改風，我係一個小說家，對藝術家朋友嘅家比較啲，定一個老朋友，點二家比，聊一段客家嘅風法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今日嚟看暗上風法。我係怪嘅，唔錯，我係高一峰。今日請大家來觀賞嘅係乜嘢呢？你請到來你節目嘅，最叻就應教藝，最係你客家演員裏邊當有名一位楊中華大哥來到你暗上風法節目。先請中華大哥來，大家帶下招呼。暗上風法嘅觀眾朋友大家好。係我阿中華。那你有冇應教藝咧？順便聊一下。順便聊一下。不過你下講到而家天天都拿到你出來嘅時間我就提講，那件事情一定老人最近做嘅事情有一些關係。啲人就嘅劇團做嘅幸運草。係。佢你係種老像兒童劇團。係啊。然後一隻叫做都你做乜咯？你講。你們個幸運草劇團裡都差不多10年嘞，成立咗10年嘞，都裡都做編劇導演嘞，佢因為倆係大家都電視裡都看得到，倆係傳統嘅人工嘅，佢看到倆片咧係較現代化嘅人工各樣式咧，故作講我哋個劇團做得一古一今，佢兩隻。一老嘅咩嗬，一粒線咧，較傳統嘅。傳統老線咧，我夾強下。我夾強下。因為樣咧，單槍去做傳統嘅戲，也適合一般較快接圈去。你又講？看唔識咧。那個你話看唔識？你下人就較速食，講較快堂的，較速食文化的，比較淺碟一點，比較快速嘛。但你要看人家傳統嘅戲，要好整一下。當閒坐下來，點錢去欣賞佢，然後我知道佢哪邊正，哪邊好看。但係呢，個吸引人都要想嘅，就你們來看嚟吧，你要做到變化，冇用八股一成不變，冇戲冇變啊，結果部分戲冇變做唔得，所以做方面咧就先去布偶。所以你前面打三隻形式嘅布偶嗬，喺泰國20年來。慢慢地圖兒童嘅戲劇咧，慢慢地發展出來。都線下角色嘅嚇，角色消化了，張一舟，以這個角色嘅個性格了，人物性格，慢慢去塑造出來，做出來。咁你看到咧，其實也怪嚇，所以你一看到伊地背當背當到嘅顏色啦，光啦，然後。還有波咧就係修法咧就，其實你一看就知，其實你係你細時嘅呢隻記憶啊樣，所以你細時嘅看啊樣嘅舞台戲嘅，有對他個當影響。當他影響，因為我記得我細時嘅，永遠就記得我爸阿妹肯定係書，我細肯定行當然咧都去看戲看舞台戲，我就看天陽。這種記憶都倆行啊，50人寫，很多地都，啊，就一兩個倆台，這種台，不斷啊，這都內邊，我真都不看，認得我爸咪。我細時看嘅舞台戲嘅印象就係，我即係小學嘅時間吧，特別嘅做嘅沒有票錢，沒有票錢沒有，電視上面沒有咩，講故事嘅嗰種其實就當有興趣，沒有票到就你都會帶下懂得嘅咩，但係就印款，啊，記得我細時還會照到去買條款，叫我連到電量喺呢樣用嘅，你記得行路因為嘅係嘅嗰隻身體啊，其實你又講佢連嗰個不如扮演都好靈活，惟妙惟肖。我講話，其實本身我看唔會抄我只是我專長就搶會導兒童劇、導戲啲。我搭擺合作嘅呢，就係易婉然演嘅嗰個曾孫李天祿嘅曾孫。那伊老大人家講北有李天祿，南有黃海岱嘛。李天祿係一個大師，伊咩拍過《蕩到天涯》，記得然後到拍嘅。
所以两个传到 TC 台，一个曾孙，加圣马都会做，这李义贤，他超有技术，曾延东。哦，其他都会做了。他的血液里面有一个李家立国的一种传统，用 DNA 细感很，真延 DNA 含出来。不过你看，其实伫安阳不到一些嗰种超偶的，其实认同社会，那么那讲了认同社意思是讲，其实安尼爱做一只做安阳人工的表演，做会出，迄些年讲哦，那真认同你看。那叫我去学校表演的啊，连正年我不买票，每当汉电影来看，好多人啊都大稻城当然都有公演了的哈，做口碑。你说伫台湾做剧场做安尼啊，赚唔多钱，又唔会死，啊，不过还能有人来做，也都天命难违，天命啊，注定的。他个也按刚讲10年，是按长的时间头，唔全部。啊，这个得到儿童导演、儿童剧导演、儿童剧编剧啊，两个一只角色伫包去。到底两个上4年都上乜嘅咯？佢上看乜嘅咯？我都了解啊，我老观众朋友报告一件当重要的事情，所以说，来观念嘛哈，分享俾大家谈，就会大家都总下吃到儿童剧当简单的事情，广东讲冇安改。伊个最难编剧的东西，地点，安尼显然呢是全世界亲严格的评审。你看戏唔好看，冇2分钟、10分钟弄懂诶。啊妈，我冇看啊，我买冰淇淋吃的，我冇看呢，吃了人喷过伊啊。哈，过来儿童剧还有一点太搞唔错嘅观念，系儿童剧专门做本成人看呢，唔错。儿童剧正经好看的儿童剧。太人设置穷下来看呢，而且呢，可以创造什么个最大的效益什么个？两个儿时记忆，两个家庭记忆，两个下摆等你有人落个共同的回忆。冇人，我们为什么要当家人？你做嘛做一副卡人嘛？你共用呢事情做得去回忆啊，回忆了对吧？像啊话题去讲啊，系冇？然后给是。啊，记得几年啊，等下去看马戏啊，马戏啊，记得角色啊，生意还没做哦，然后安子生还记得啊，嘿啊，你讲做这样子，有共同的话题，点到2年，因为从头是看电视嘛，我是看那个争论性节目，看那新闻大家可能全部查破了的凶杀案，我们的共同回忆嘛，难不成讲哎，下摆落个共同回忆是某年某月的某一天，凶杀案慢吃慢咽。这是好的回忆嘛？没啊，所以好的儿童剧，广东讲是很难得的，我用心去做去经营去。刚做事情问到讲，一封信上问讲，按样做生意的心态心理吧。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童年嘛，一个童心，你要保持一个赤子之心，要去做的。其实啊，你谈嘅从法泰国讲吼，让去想台湾的儿童剧那件事情，想先直接方式，安尼俩坐下来，然后这个新都方叫做森林公园，慢慢来发出来，来看一段 VCR， 来看中华大哥给的幸运草剧团所扮演的一场儿童剧。折给你。真的吗？对呀、对呀、我要叫爸爸买一个布袋戏偶给我。爸爸，我跟你说，每天只知道玩。我今天有拿到奖状哦，你看。你赶快去温习功课，考不及格，还布袋戏，还什么奖状？我决定离家出走。就是刚才要买布袋戏，对不对？是。还得了？那还不赶快去追抓小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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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，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偷布袋戏的？没有。哎，奇怪，怎么刚才要买东西？抓小偷！都变成桃子就好了，不用做功课，用考试，还不会被骂。哼！哇！我的头怎么变成这么丑的桃子啊？
我就是坏，坏，大家怎么那么坏？给你买，跟我一起来学坏。儿童，不是，还有为了天使和被关在欲望体里的灵魂，我一定要勇敢打败恶魔，加油！刚才看到这段就是中华的剧团所表演的一只儿童剧。唔知大家伫播深度好几个少年宫里有安样想描述安做出来无？不过其实中华的只剧团美图一般的美术表演厅，其实还有去当多偏向，去做当多为咗偏向的少年的去做一个表演。你会想做这件事情？吃到。就算给三国边落的生意呢，他也有同样的权利，那个地方的生意呢，去享受戏剧的好，戏剧的美，不论是哪个儿童剧啊，还是后堂的音乐，其实不应该有，他因那日本那种资源有个落差。佢有乜嘅機係講唔去嚟到偏向表演嘅，是喺當特殊一隻少年嘅，喺廿幾當出嚟。有啊。一般去给推动那种教养院的特殊教养院，是全部但是都是脑性麻痹的。一般中秋节都会做个伊在坐轮椅的生意呢。硬是本给同学啊扶起来放起来，拿点给礼盒，送个小礼物，写着字卡。拿到莫给我，人家想到最后想硬给。你总得那心里汹汹涌动，可是你总得莫是跌下了本个生意的快做唔得。我就是脱口而出讲依法不算，明年啊还会再过来一遍。结果天演戏噶个生意呢，还记得去年做马戏，你看家都厉害嘛，家的心活动。一年还记得单纯，家个心系纯粹的。我知道其实跟中华泰国讲的，就是戏剧一只表演的方式吼，佢做得。深入到你的内心一层的地方，好像下一段的时间按照来谈中国大哥佢除安样的表演以外，唔係表演以外，其實喺表演以內啊，其實佢對為到安樣嘅表演，佢係要做當到老表演有相關的事情。好像下一節嘅時間按照來談中國大哥其他老戲曲有關的事情。等下你下一段就談一個好演員，佢證明呢。里面按你讲西班牙语那次，没英国去驾驭的。我欢迎你先用粤语去香港。如果你讲粤语，我鸟讲，我鸟讲啊，当那一边都按你合法的讲出来。所以是你演员也有创作空间。做的系统化，当简单的 SOP 制作变成讲，推动客家话一种方式。关键是省费用的多。你今天请到嘅中华泰国来到节目当中来，其实说是中华泰国嘅人，可能做嘅地讲，其实中华泰其实佢有当创作嘅一只表演经验，佢其实有2摆全部入围金钟奖嘅。其实对一只表演者来讲，我大家按图节目当中讲就是讲，因为你係用合法嘅方式来讲法，等到你用合法嘅方式去表演。当然，你行年你讲合法，用安尼自家的母语去表演去当自然的一件事情。不过唔係搭只演員，不過你客家人有的海會上嘅客家演員，佢可能冇辦法講合法，駕馭不了。佢可能一難去駕馭，佢用配也好，也係用想辦法發出佢嘅音也好，佢最用想辦法嚟發，唔係當自然的一個過程。所以咧，其實經過一個語言指導的一個過程。其中我覺得其實都當到戲劇裡邊，其實特別客家電視台一個戲劇，接接會做安樣的一個語言指導的一個角色，一個經驗係樣嘅。呀，
也迄160练旧山线，他甲电子腿8点档的呢，个卢导啦，千万卢导演千万去救火啊，或者讲啊，我一定要用语言指导。他是开客家台，替给用语言指导的。那发现人家的工作，亲像我都懂强说，因为请的演员应该，请个演员应该，我到时候我讲行，问第一莫那要讲行无，讲行无，像我是当地嘛。唔要客家语，叫做听得太麻了，我用的东西嘛。我记得我给学生的演员掠着，但是做影帝的嘛，都做影帝的。就唯一的一个原则，演这嘛个，莫用拍，不要背台词，不要背客家话。我希望给客家话变成七家的语言，你对你心里度，你自然而然脱口而出讲出来。所以让佢发你的情绪，因为做喏，所以当然啊，当然。每本家俺要教伊看剧本，嘛我替的方法就会先教伊疑问句啦的生发用语，时间，然后那个代名词你我他人称称谓，还有个问句，做嘛该了的，从这个简单，然后他自己慢慢听的，以前我去个造词词我也会造句而且我会善用语气来懂得发音的方法。它的系统可是改变的。那时候才来对剧本，然后当然翻译有一种3到4码信达雅，我们一定要翻译的，是在我的观念来讲，我一定要翻译的比国语文本思维还较好。我们客语也有它发要有讲的素材，那种声调、声腔呀的，所以。他的演员，我除了要求佢莫用配料之外呢，还有变成七个发。所以其实係因為一種方法，因為我看從來就不對應對想講，你隻方法咧方式做得系統化，你講 SOP 啊，做變成一種，佢面我搞一隻完全唔可以講客話，啷個啥呢？不講佢愛表演也唔係表演啦，如果佢對客話有興趣，我還沒做得到中華泰國家講嘅兩隻部分或者一種方式，當簡單的 SOP 製作變成講，推動客家話一種方式。係啊，可能係一個辦法咯，可能辦法。因為關鍵係神法用得多，因為神法地度比環境壓迫法嘛，你必須要用客話這樣做嘅角度，比如講年輕嘅人咧，妒忌嘅。用搖肚式的，你讲像我射掉的表嘞，可是我要整个按用人讲，我肚脐的，我用笔的，你看嘛个，好扁的呀，是扁的，做得嘛，客家广东讲当有哲学的，一时以蔽之，要是嘛个，是盐是桃，啊，是翻是面，一时以蔽之嘛，对吗？但所以讲用在生活地度，用在生活地度，他会学得特别快。你用的多嘛，生活地度用的多嘛。我说啊，大白就老给剧本的话，你把它变成生活的。像个凯旋啊，庄凯旋面拿影片，伊这些艺术家，人也叫他同榻而眠，所以一个年，你不要太干巴，吃到个有那苗栗很苗栗奶，蛮骄傲的啊。这我有一点小小的骄傲，让我出皮一下好吗？如果我搞好成了，但是就影帝了。所以我觉得蛮骄傲。庄海先佢上海拍一隻角色時，其實佢老這個得到地方當成嘅地方。當成有用心嘛？你說是講一個好演員，佢正語呢，佢沒有按你講西班牙語，沒有英國語加語，因為你是演員。然後我還有要求一點嚟講，不要照我演的詮釋的方法，因為你係阿種法來扮演，一腳且多深。因为我透過劇本跟他懂得一個角色，我要去把它譯出來客家話。可是是我一個人在詮釋，我上你看那個角度，你要有自己的想法。唔好用我講，我歡迎你先用粵語去想講。如果你講粵語，唔好用我講，我用我講啊，當哪一邊都按你客話講出來。所以是你演員也有創作空間，他們也是樂在其中。我說兩部分，我說做係我拿捏得很前後的地方，因為其實演、然後指導那兩件事情，
伊也不能做一种声音的一种表演咩，用嗓音的一种表演咩。你讲话的时间，你了解嘛？其实讲下急的话，就可能用当机的安样。讲下慢的，讲下难时的话，可能就难聊天安样。其实加个当到嗓音的表演本身，就会戏剧的一部分呢。抑扬顿挫了就还能有一个 tempo， 系啊，节奏，也都地多。跟后堂的语言呢，就像就谈一种旋律一样，有声调了的。错。讲个说法即成法，像以前呢，他个天白看到黑花的做戏，我说同港剧一样的。因为人不生活化。因为安尼用叫做个剧本里边叫做文字，因为啲国语文思维，他跟你吃下饭人啊，嗰種未合法，嗰種變北京合法，嗰未合法。你必須要讓一邊都客家人的思維落去，所以翻譯也是一個動態工廠，太工廠嚟的。你要用客家話的思維去把那個國語文翻轉，客家人會用講。我用笑，佢很難做呢。我用笑，係呢部分。因為佢可能頭面要解釋咧，以為無嘅嘅，而你按你講嗰種口頭口頭嘅嗰種。本身要就個詞彙要就修為啦，就國語文修為，要帶啦。冇辦法，你詞到用時方很少，你懂到客家嘅變出來嘅句言，因為但是人哋客家嘅當古老嘅農業社會嘅用詞較多，修辭較多。那你用現代化嘛，山西來的哦好，很容易去替代。可是呢，萬變不離其宗，係咪個？人講法這種有時候係倒裝句啊的，好疑問句啊的，那個國語文思維係冇重要，所以那一邊的一種語言系統轉換，可以當成像客家人講的客話，千萬不要掉進那個北京客家話的陷阱。你周思凡聽出走位。你思想不就咁樣難，因為你下多嘅劇本就一定用國語文思維，對思維。你當然用客家即係佢想唔出來，佢想唔出來。佢讀表，我讀表。當然啦，因為可能基本係不管中國泰國也好，亞魯島也好啦，其實你看到嘅劇本本身就係用國語嘅系統去寫，因為大家有看咩？可能美術啊，可能當初你要看大家也看的是兩種東西。給現場做程式嘛，佢咪要可能是啦，係按你用客家嘅方式來做嘅，可能是當然。其實一隻轉變嘅過程，其實未按你用客家嘅母語來件事情來做表演，是個當中嘅一件事情。不過，仲有一個做一隻語言客家語言指導嘅一件事情，有多乜嘅困難嘅之處嘛？第一個太困難就係，人哋電視台特別嘅作業前置作業。大概講迄教室已經先好了，敲定了，準備要開拍某一個月的時間，但是你接到這個 case 㗎，男主角、女主角詞多啊，詞很多的，對不對？但呢，全部講客啊，你怎麼辦？萬事起頭難啊，所以功課大概應該生涯就日以繼夜，夜以繼日，批人給他一起成長。那是清南的部分。清南，所以我就石頭講，為什麼不去？既然有星期二的客家電視台做戲演員，為什麼客台提供一個舞台本地，或者一個高師本地，顯得好語言訓練啊？客台我們自己本身都應該做演員訓練班當操啊。其實我想那睇問題。呢啲咁其實係一個動態嘅問題，然後知道呢啲你可能冇一定做得談。不過我想下一節嘅時間，我想當初要做讓嘅圖一隻兒童劇場嘅導演編劇，跳到客家嘅劇本嘅一隻語言指導，可能要行到這個下到下一隻段落去，唔係做安樣點，係你要成立一隻可能係安尼一個。講客家內部為到表演呢件事情，做新的一種語言轉換。我先講語言轉換中心好嘅，好一定難以描述啊因單槍講演員語言訓練班，是不是要挺簡單
去表示这件事情。就客家客家天师台，你这个本身因为前第一基本演员嘛，基本的演员来的。那迄类客家天师台做基本演员，你必须要讲行嘛。那第一点，所以你喺段的时间来谈一下中华泰国来谈一下，迄个来做导演的话，佢想要做乜事情？来喺段来谈。喺段就讲导演的。那很人的切个底的东西，但是完全无视那个中华表演上的，好去当苦啊，当辛苦啊，当辛苦啊，因为那其实真是从当那人正经爱记，你就冇吃到苦。这个念头当重要啦，当重要。就像你讲，其实我个拍戏也好啦，也写诗也好，你讲你讲创作没重要。我写诗我唱条音哪了摇戏，摇戏，摇戏。所以讲其实安尼中国泰国老外其实谈到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啊。如果谈到其实较复杂的问题以前，我想先转一下弯哦，老中国泰国谈一下，因为中国泰国做剧团的导演那件事情，其实蛮长的时间的。就讲不管係做娘的一隻戲劇過來。戲劇過來，兒童劇的導演方式，像廖樹紅那啲呢，其實係做法泰國，其實你係一隻演作唔係沒兒童劇，雖然佢係用人工的方式哈，有介入人工的方式，當複雜一種跨媒介一種方式去做表演，像按樣的一種。用整理又用古典的音樂，像音樂劇，音樂劇又用人工的布哦，懂得元素都喺度。虛實之間，其實係一種講清楚的一種導演論，玩蒙太奇啊，就講你樣去做了隻戲籠子。廣東講做一個創作者哈，就會。心肝底度的嗰種修為啦，像李國修老師報社的，即當有名嗰個劇場的，我當希望看這戲，佢講看戲是修心，跟那個排戲啊那些是修行，就是你要做一個導演只是把所有的工作人員不用超個 V 數放對位置。把你的对白也放对位置，把演员也放对位置，角色，然后就是一个妥协的工作。卢导演讲他是去妥协大家。然后万变不离其宗，还马干了，轻重要还马干，你个 range， 你的内在修为拉嘛，就是你的人文涵养、素养够不够？所以你创作出来的东西，不会比你踏戏，不会讲永远就是老把戏某边嘛。你的 range 可以到哪里，触角可以到哪里，所以儿童剧也是可以很接近小孩子和大人的，很亲近的，很亲子的。然后，可是你里面在然后修底度呢，要有不得眼神的脱离度底度，那才是意在言外的，靠后框呢有深度的东西，不是很浮夸的东西哈。然后你的 range 有多大呢？这种戏龙呢，我这次在讲的。后点你按究在今年当中，人都讲的失智老人呢。所以我这以前去年大家可是构思的，后点这样的按究，他这是讲失智老人，他们像那个钟成达、阿达、黄培玉的来请过来，他们的音乐很好听，然后我们就回照就到给排曲排歌，变成一出戏。其实我的戏只是润色的，谈讲去看过以前我讲往后看。不过俩迄只俩戏弄的吼，其实佢唐也其实迄一只音乐基地。音乐其实迄一只音乐剧，对，音乐欣赏会，我戏剧只是润色，晕的底度。那戏笼子其实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名词，就戏笼那其实那个笼，牢笼，戏让人读的，所以它有双关语的意思，都底度。那一个在底度讲的那叫草偶诗，就是
吃字的那个老医师，他在寻找第7尊偶，忙里也请黑吉吉嘎，所以蛮好玩的，这种弄在前面蛮好玩的。其实听泰国人讲，其实你在点出当好的一只故事的故事一只啊，广东讲做个3部曲啊，那条戏龙的，但是都会电影剧版。那各位舞台剧甲听了别滚，因为元素某同样，语言转换不同。刚刚别滚啊，心里还是心里都还能遇到电影梦，可是台湾现实的环境没个好。他甲当时很多戏院里都看戏院的。也哈。那睇問題，喺做天嘅話，其實票房壓力咁大啊。做個真嘅人愛行到戲院地步去看電影呢件事情，老年啊行到戲院地步去看戲劇呢件事情，其實全部要動態嘅挑戰啊。講真。我講人個觀眾呢，一從細就開始疲勞嘅。根本就唔係問題啊。你的觀影人口有那些問題啊？因為一個國家的人民素養就會看以好看戲，看好戲。可是人民有素養以後，他會懂得一種慢活，他不汲汲於名利，有天天的想法會讓出空間給人。就是大白的王娟娟姐的影後都講，其實我們沒有好人啊，後人啊犯人。廣東講人只有自私的人和不自私的人。可是呢，那看到迄大部分的、太部分的人，自私就算了，吃屎就算了，还无知哦，加一个无知，嘞，所以我们的用路文化大概就是不切来切去嘛，茶坊用很多嘛，你看人家那民族好用人嘛，就吃到爱用地位崩屁地位没吃到嘛亏，这是人民的素养问题啊。其實難就是講，你下時代行到你下吼，你交前輩講你講後生人，行到一個時代，你來講一張年28K、30K、2萬8、3萬女，然後佢台北也好，城市裡邊也好，省發落去，一難嘅，就講難，唔係講你哋完全講唔係一個遊戲，唔係咁樣，只係講佢要照顧。就用數目來衡量你的價值。當然，不管你價值觀也好啦，你從嘅方式、價值也好啦，其實全部都變到講一難，這個很難。我主持人啊，和觀眾朋友報告一下，我爸養嘅狗啊，我老實講，阿種話，我冇乜財產本咯，我心肝命頂嘅，健康頂嘅用對人就好。嗰個人，乜個人情薄，冇欠用嘅人情薄，唔把物欲。咁多清代，哪用就好誒，哪用嘅人情薄，上去一轉念，以前係咪後生條架興噴噴的想做有錢人，啊，吃到講我發誓啊，我唔會做有錢人啊，海闊天空，真嘅呢啊，反正我注定係為生人啊唔會有錢，變有錢，哪用就好誒啊。其實我就咁講嘅，其實我心當時做得對呢件事情同感同啊。我不過你好，其實你就表演呢件事情啊，戲劇呢件事情啊，其實佢愛慢慢地教盤，係後生嘅人，冇其實都團體嚟，講真嘅咧。那個係你就不過呢，人工嘅表演也好，嘛個全部是都你推停起來。我知道。就停起來，佢後生人你要接。問題講，我那個現場講，楊宗華雖然你不是大師。可是你要堅持走在這條路上。我沒希望講我所有好嘅東西，我大概就唔會抗一鋪、抗兩鋪。我很老我切個底嘅東西，但是完全無視乜嘅中華標準。如果他真的愛，學習當苦啊，當辛苦啊，因為那其實是種。但係你真正愛佢，你就唔會吃到苦。這要念頭當重要啦。當重要。就像你講，其實。不過拍戲也好啦，也寫詩也好，你講你講創作沒同樣。我寫詩我參加一難的遊戲，這個遊戲講表演拍啲個兒童劇，然後穿太極我呢有冇戲啊？冇遊戲聽，班講不給，過一段那樣做那樣。其實差不多對呢件事情啊，慢慢地做很多那樣嘅時代啊。我想講，海灘的時期啊，按照來講，
行嗰啲按樣嘅境況都會是嘅，還有乜嘅防範嘛，還有乜嘅其他嘅機會嘛，啊做得本正經愛好呢條路嘅後生人，使到我唔好本呢個大環境挫敗，我有當好嘅系統制度，做得養成從事表演工作呢件事情。啊，這其實下一檔就做談到呢件事情，而且下一檔就按照啦，中華大學向下來談一下，中華大學有乜嘅基本嘅想法，想來做到呢件事情，而且下一檔你要談嘅，按就做談到大家講到嗰種，其實按呢這個，大期就有可能50張，喺地方出一隻偶像出來，其實偶像專門講校花嘅時間，嘅大家後生人就想要講校花嘅，係啊，要說遠見的，係啊。而不是講某個了解某個線上較東風誒，8點然後用到，它可能會有票房，很少人講下，太短期了。周杰倫一隻專輯全部都合法嘅，這不得了。所以當然你是談到青春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講，你談到很多不管係夏詩也好啦，也係講啲兒童戲劇也好，也係嗰種小劇場嘅表演也好，其實全部面臨到一隻當到後生人，佢可能因為唔可以講合法，佢要踏到呢一隻地方嚟做表演，從事呢種藝術文化嘅工作嘅時期，佢當難，已經冇辦法去溝通，冇辦法去表演，冇辦法用呢一隻語言去做，佢可能每天客家人，佢可能唔係客家人，不過佢可能對客家有啲嘅興趣，想要做，安尼我記嘅啦，因為家泰國有講到咩，一隻類似像表演訓練中心那樣嘅一種地方。像已經有客語費嘅，或者也有客家電視台嘅，也有客家廣播電台廣播，中央廣播電台。客家電台開始了。我因為舊日啊。算看藥師嘅一種語言系統，你就提供舞台幫你，創造舞台，幫你貫通，去疏通了的四面八方，有興趣的、好表演的、好做戲的來，線上嘅客家電視台、客家廣播電台、廣播劇咪做得有，然後訓練班，訓練出來然後相信語言對佢哋來講沒問題了，然後表演課程。等到我真嘅學好戲噶，凊彩凊，認注意。我其實泰國啱講到嘅嗬，因為佢做乜冇去做嘛，很怪哦。其實佢咩零散一堆做啊，比如說客家編劇工作坊，可能有一些嘅表演，還語言訓練班，其實沒有。不過我聽泰國講，其實沒。我記得佢1期2期就冇咧。沒按兩天，然後其實就可能1期。假幾年要做天氣期啊，當地嘅時期。因為佢經費唔難，我知道，一點嘛莫講經費唔難，這本總得做推脫之詞。不過佢錢咧出來嘅時間，那意思是講，其實我老列在單位，不用到客委會內部，不用到電視台內部，意思是啥呢？沒個發包出來不能做。總得莫用發包，我們自己要承擔那個開單，檢討要開起來，客委會捨我其誰？因為有客委會，我是為了客家這個族群，才有這個客委會，所以我可以為客家人做嘛。所以就，故說講做事咋當重要，他有遠見嘛。其實有啲像安尼客家電視台內部的一隻演員練習生的環境，係嘛？不過你咩行呢？你係想參與一隻客家電視台嘅表演，你就做得出來一隻演員訓練班開始。當然，剛剛泰國講到當到無可能讓去了解，也係讀一隻劇本，讓去面對鏡頭鏡頭，讓去提供分鏡呢套事情。當到事情某一天要用客話嚟講，不過表演就冇辦法了，因為你要講法咩？我下劇本唔是講出來咩？就用中文寫出來，都是這樣轉到客話做的。一個導演其實唔聽
一听我讲学法，迄个堂嘅学法就唔是去问啦，不是社会问唔是应该佢演员天天讲，讲唔错了就天天就低嘅，就佢唔是去等啊，而係问嘅语言指导讲，你下台词有讲错讲唔错无？不过表演呢件事情就完全无法回避，佢冇办法转法啦，就讲等到你要求去客家电视台咧只族群电视台。而表演的演员，一定要使用客话的时间，佢就冇办法转吧。你演员一定要讲法，因为一定要讲客话的时间。做个转到像中华泰国家讲到，你只演员训练班in house 的啦，这个电视台也系客位 in house 的一只单位，可能可能有佢成立的一个意义度嘅，而且长期嘅。系啊，长期嘅。像我前几年咧，然后大家就向我去做个评审嘛，做个戏剧比赛，你就判掉后是终点吗 ？ending 吗？不应该，因为百花齐放，你要每大家判当年就做一摆个摆台了后，做那个做台就冇咧，冇哎。国际学校里头有客话戏剧比赛，口说艺术比赛了的，有兴趣演员不是只有加嘛个学分那种利诱制，不是，你真的有兴趣，你继续做到继续下去嘛，各种病养不了后，又要面对升学压力，成痛嘛，好，那可不可以再延续？国中小学要有戏剧营，客家戏剧营，高中也有戏剧营，大学也有到研究的那些。这个戏不会断掉啊！你客家人还有用个团结嘛，唔好呀。然后再提供一个我们每一年的真的大盛会，甚至于可以国际型的世界各个国家的客籍人士来客家的戏剧大比赛，在台湾办，那谁有没有靠唔到人台湾都难？因为就这样。一个方式哈，世界观，本世界看到台湾，世界观，就透过表演那件事情。我知道讲，大家老去讲音乐是慰藉，戏剧呢是救赎，那你干嘛不用这个戏剧来救赎客家话呢？戏剧的力量广大呀，倒是，如果你的观点是世界观的话，国际观，那这件事情我们这个客委会，不做吗？做吧。舍我其谁，一样。好，一些长官们舍我其谁，舍我其谁，真给他聊啊。对呀。其实你今日讲到的一个戏剧的一种方式咯，其实做黑啊。因为比如说当简单的问题啊，就讲每一只后生人讲，你想要创山歌，也系想要表演，一天是当来表演。可能四十地方可能有7、8张我人讲，我想一天是当来做表演。两件事情有一个唯一的要求，所以讲创山歌一定要合法，表演咩讲合法，那项目。两件事情要求係，佢後生人可能冇人講，佢上體課就一定有機會表演嘅，就解答單書講，唔係地擺當好學生嘅，地擺按到表演嘅老師嚟到，使到唔做得嘅時間，優先有機會參加電視台嘅。當年呢，不過呢單元劇也係連續劇。像以前老三台讓搶要，搶基本演員。其實每一種方式，但其中有可能50張，喺地擺出一隻偶像出來。嗱，年輕人栽培呀。一隻偶像出來時，其實偶像專門講客話嘅時間，我嘅大家後生人就想要講客話嘅。係啊，可能就有遠見，係啊，而不是講乜個了解乜個線上佢東風咧，8點然後用到，他可能會有票房，還沒有人講下，太短期了。其實意思就像乜嘢，就像其實喺近比周杰倫有一隻專輯，全部都客話嘅，這不得了。記住大家都唱下嘅。阿苗誒，叫做真嘅咧。喺冇長官們喺冇打算做啲演員訓練班嘅話，我就花錢請周杰倫做一隻。冇講全部呢一數之後，就兩數嘅。兩數嘅之後啊。大家朗朗上口，全部都會唱客家歌曲。係啊，每隻方式啊，即係因為用那種去包裝起來，就借殼上市啊那樣這客家話讓它流傳，我們變成一幅細水。
其其实也来我找看。了做迄只，那也变成风色了。国语表演蛮，是都地方过好了，江哎，懂。可是客家演员很少，懂事，尤其是当一线演员是相当懂事。哎呀，我们自己客家电视台也是要有远见，所以去个栽培养出一批给正经的线上演员，其实挺重要的。因为你那个节目客家电视台的节目，就希望客家做的上下给你谈中华大哥谈到一部分，所以就可能有机会一只方式啦，做团呢电视台地正经办一家内部的长期的后生人的演员培训训练班，当简单当粗糙的讲就讲要求讲客家，要求用客家来表演，老电视台可能当到好的有机会的这种当时跑龙套也好，配角也好，开始就用那条演员训练班地方出来表演正经当好的来的后生人，本期用客家来表演，我想可能慢慢的就会解决安尼其实当然程度讲客家演员那件事情。嘿，好像今边安尼谈到了1点钟的时间啊，中国大哥很多今要本出当好一只建议，就会希望有机会看到未来。那么希望今边建议做的有机会本长官们看到，好像我们这个节目印度会推动当到可能的新的方式，希望长官们做的谈到中华大哥一个新生，可以机会做这件事情。因为有远见的长官，听说唐阿多、看阿多也见过，唐多人俩谈都唔够嘅啦，唐都唔够嘅啦，所以应该大开大合，大刀阔斧，最做嘅，开一个大气势出来。其实我咩当希望就是这老电视台写了剧本也有机会去导演些时间，唔好少讲因为要讲语言的关系要做深多年。讲因为当好的一个表演者，基本当想学客家，不过其实冇时间去做了个基础的训练，冇管到基础训练，可能是他把表演前1、2年开始请演员指导来练给正经父母才真难，正经很当然。希望正经有机会来在演员训练班正经成立以后，像中华大哥每天都地方担任很多表演指导的。大家众志成城啊，迄有心的吧，迄团结，向着目标，相信要做到好。你等海去转到一边来，可能在机会我本人实现，在梦想我实现。希望正经唐爷真是大概。杨宗法，伊正经係一等硬頸嘅客家演員，因為佢哋硬頸又硬學，佢準備做一件當瘋狂嘅事情，佢先攞兩隻手舉起來，天天再個攞兩隻腳舉起來，然後又攞身體舉起來，佢攞隻腳變成一隻龍字。一隻喜龍，佢想要用呢喜龍嘅變成所有想要表演、想要講客家話來表演嘅後生人嘅訓練基地，因為有多呢隻基地，佢將做得用佢自家嘅方式，伴越來越多嘅後生人，佢到已經唔記得用嚟講。客家嘅後生人，佢再講客家。